别坐啊！别坐！好了，不要开了那个开嘛，多让点开了。不要开声，不要开了。好，你去哪儿了？哎，好了。好了。裤子！你别找他们有我们情况没？绑。中午上嘛，知道吧？啊，没有扣，后来是那些人那个，人家反映几个人，是，刚开会回来我问一下情况。对呀，多少人呢？我们在那个地方看到是观察哨看到在那个建筑啊，集中了100余个人。检查上面设个观察哨，把那个地方看好。就中环购物中心这嘛，去中环这个家园超市，这个这边的中山他这个又是一个多次了。啊，打。起来！房顶上有人。出去！看着这个窗户。什么呢？杨健，你负责，杨健。哎，杨健，你负责，杨健。哎，你是采访的吗？对，杨健，杨健。哎，你采访的吗？你听到吗？不是。我扫起了。跪下！然后。就开那些，能放心。坐下，坐。坐不管了，我们赶紧走。对，把头蒙起来。2个人蒙起来，1个人看一种，蒙起来。你哪的？来个人，他走，他走。左转右。对，跟中央公路过来的，这不是有标吗？走，从哪边走你们？我这边，哎，我这边走，快呀！快呀！不要大家抽走，后面下面，配合点。2楼咋上的？上面还有人啊？哪的？法制在线的，中央电视台。快走，往出走，快点，手抱头上。你进去，你进去，快，手抱头上，快往出走。手放到头上，往出。没有的是吧？地下室没有，他这边没有，他只看楼下。好的。快点拿起来。你的警戒行吗？你这是临时的哥说，那不要说，那我不知道，走了，拔到你快点嘛！来，你们快。回家。阿兄抓紧了，搞陈大门打死你！咱你们这是在哪儿呢？
咱们是我们。你说砸东西的，砸的啥里边？不是说猪的。别说这么。下，不下。从哪进？我们从哪进？你看见去哪院子？没有门，没有门。必须的，快快去，这个跑的，这两个人去。来，你不要看。我们到后面去，往前走。别把门堵死了。哎，往前走。往前走。危险！危险！往后退，你人上。别动手！别动手！嗨！不能打！别动，出来了！啊，走！可以让开！别动！往队！走！快点来！别往东看，我这真的。快站走！你开的走，自己开的。这谁？这两个谁负责呢？这是几班的？哦，医生，这是打人，打不打嘞？不要打，太残忍了。刚刚不久，这里发生了，这旁边这周围发生了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，这里是乌鲁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就在刚刚不久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民警呢从民居里抓获了一批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，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抓获了一批躲在民居里的犯罪分子。进去，行吧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几百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从现场的民居里躲出。这里是呼和浩特的，不是呼和浩特，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100多人的骚乱。这里是乌鲁木齐市的宁夏湾路，在刚刚不久呢，发生了一起100多人的骚乱，公安和武警呢从现场抓获了一批躲在民房里的犯罪分子。
抢得好。谨慎一点啊！